南下旅遊唔好淨係諗住玩，原來可以幫一家人搞掂壽險，玩得開心之餘，仲順便買個未來安心。你估唔到一個旅行竟然可以改變一生。其實好多內地家庭呢，每年都會嚟香港旅行，食好啲，住好啲，買嘢開心。但有冇諗過呢幾日時間，其實可以順便幫一家人買份保障，當排好受益人。買嘅唔止係保險，仲係為未來買份安心。好多家庭喺內地都話想買保險俾父母、俾仔女，但係選擇少、限制多、貨幣又波動，搞到好多人都拖住唔做。香港壽險就唔同，選擇多、保障廣，受益人設計仲超靈活，一份保單就幫你鋪好成個家庭嘅傳承計劃。而家越嚟越多家庭會趁旅行揀粵車南下壽險計劃，全程有人一對一跟進，幫你搞文件、健康申報、簽約，有翻譯、有顧問，全部合法、合規、安心。一趟旅行唔只係回憶，仲係未來嘅保障。可能你以為只係幫屋企人做件細事，但其實呢個決定可能改變佢哋一生。如果你覺得呢條片有用，記得 share 俾你關心嘅人，可能你嘅一個動作就改變咗佢哋嘅一生。Follow 我哋一齊學識點樣保障所愛。